63岁的港星周润发最近在拍电影《骄阳岁月》，其中一幕，周润发被黄德斌追债袭击，拍摄时发哥左边额头被打破，瞬间爆血，一旁的人都吓坏了。但发哥相当淡定，除了要大家冷静，还说自己去缝2针就回来，要导演先拍其他的戏份，也让大家赞叹周润发的敬业态度。港星周润发有没有医务人员在这里？有没有医务人员在这里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左手压着额头，缓缓穿过片场，找地方坐下来。港星周润发最近在拍新戏《骄阳岁月》，不过拍摄期间意外见血。港星周润发 vs 工作人员，好给我胶布先，你找东西洗一下，看伤口有多大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淡定有钱剩。俚语，尽管额头都已经流血了，发哥依旧很镇定，讲香港俚语开玩笑，意思是处变不惊。回顾意外发生，当时周润发被黄德斌追债袭击，拿着发胶喷雾把玩，却打到发哥的额头，也让黄德斌很内疚，不发一语。而发嫂也在现场关心伤势。港星周润发 vs 工作人员，我去缝2针再回来，你改拍这个角度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要不要拿个纱布按着？不用不用，你不要搞我啦！按下去飙血不行的发哥不止安抚身旁的人，还正确处理伤口，因为伤口有1寸长，最后缝了5针又回来开工，也让大家敬佩发哥的专业态度。事实上，周润发从影多年，受伤早就不是头一遭，包括1992年拍吴宇森的《辣手神探》，逼真爆破场面，周润发狂奔扭伤脚。还有2014年《赌城风云2》，一场坐在榴莲车的戏，发哥的手还被榴莲划破皮，直到拍完戏才止血。尽管明星拍戏都有保险，但演员意外受伤，还是让所有人心惊胆战。